在广袤的丝绸之路上，有一座凝聚着千年文明的艺术宝库。它静默于大漠的深处，却承载着古往今来的辉煌与梦想。这便是敦煌莫高窟，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化奇迹，蕴含着无数代人的智慧与信仰的结晶，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鲜明符号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丰碑。莫高窟的每一幅壁画，每一尊雕像，都是古代艺术家们用灵魂铸就的杰作。那些色彩斑斓的佛教故事，栩栩如生的飞天形象，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依旧在今天向世人诉说着古代的繁华与虔诚。这里不仅是艺术的殿堂，更是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精神家园。千百年来，莫高窟的文化在无声中传递，它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汇与融合。这里的每一笔描摹，每一处雕琢，都蕴含着先民们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美的追求。它将佛教的智慧融入中国的文化根脉，也将丝路沿线的文化技艺雕刻在石壁之间，成为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见证者。在莫高窟，我们不仅看到了佛教的光辉，更能体味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瑰丽画卷。佛教从西方传入，通过丝绸之路的车马，带来了印度的智慧、希腊的艺术与波斯的文化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激情彼此交织，铸就了敦煌文化的独特面貌。飞天飘舞的轻盈姿态，异国风情的建筑装饰，仿佛在诉说着大漠驼铃声中的商旅往来，文化交汇的辉煌盛景。这里不仅记录了宗教传播的发展，更承载了人类对理想世界的共同向往。莫高窟的文化传承，不仅仅是壁画和雕塑的保存，更是精神与智慧的延续。千年的风沙掩不住艺术的光芒，时代的变迁未曾抹去文明的印记。今天的莫高窟已不只是历史的遗迹，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。在这座石窟中，曾有无数的工匠、僧侣、艺术家，默默地将他们的心血注入这一砖一瓦。他们或许早已化为尘土，但他们的作品却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炬，照亮了后世前行的路。如今，保护和传承莫高窟已成为我们肩负的使命。正如他曾为古人所守护，今天的我们也将其托付给未来。每一个走进莫高窟的人，都会被这里的文化力量所震撼。那些古老的壁画像是时光的碎片，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。站在洞窟前，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佛音禅语，感受到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，我们与历史对话，与文明同行，体会着文化传承的厚重与悠远。敦煌莫高窟
不仅是艺术的奇迹，更是中华文明不朽的见证。它如同一位守望者，守护着我们祖先的智慧与信仰，守望着中华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生生不息。敦煌莫高窟穿越千年的文化传承，让我们共同守护这座世界的艺术瑰宝，传递中华文明的永恒光辉。